事故嘅原因已經係查明係因為貨倉裏邊運載咗活體嘅鴿，鴿嘅活動同佢嘅本身嘅體温係導致機艙嘅温度升高，引發火警。澤佳報導。海航從太原嚟廣州嘅 HU7379航班飛抵白雲機場上空嘅時候，突然向地面發出火警警報，機場立即派出消防車、救護車喺跑道待命。11點45分，飛機平安降落，地面救護人員唔到20分鐘就將全部131名乘客疏散完畢，冇人受傷。初步確認係飛機貨艙發出火警警報，但調查人員喺貨艙並冇發現任何燃燒嘅痕跡。初步判斷係火警誤報。有航空貨運嘅業內人士就介紹啦，飛機嘅貨艙報火警，一般情況下可能係由於飛機喺起飛或者係降落嘅過程中壓力同埋温度嘅變化，咁導致承載易燃物品嘅容器破裂所導致㗎。民航部門呼籲，雖然呢一次警報係一場虛驚，但旅客仲係要嚴格按照民航局嘅規定，唔好喺託運行李或者貨物中夾帶打火機、火柴、汽油等易燃物品。廣州電視記者澤佳報導。